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15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登记第2天，民进党一个过国文，上午约着来自全台湾的新生代议员陪同，前往台南市选委会正式登记参选。除了展现世代团结的气势，更加提出世代合作，表达要延续民进党改革的决心。立委补选参选人郭国文伫来自新北市、台中、南投、高雄以及咱在地新生代议员陪同前来登记。因拢是对社会运动、对基层出身的青年军有承担重大的理念。上午组织做会，都要展现世代团结的气势。郭国文更以中生代承先启后的决心，呼吁世代爱合作，延续民进党改革的脚步甲决心。美丽岛世代。律师辩护世代到我们野百合世代的一个改革，当然我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要启后，承先创党的理念，启后新生代能够延续创党的理念，持续在改革的路上，我们不断的前进。虽然我们是不同的世代，但是我们都是从基层慢慢一步一脚印的爬上来。虽然我们不同的世代，但是我们都是为了理念而加入这个民进党。当年面对陈小玉北北市少年人，结果选择退党，坚持参选到底。会中同款28岁戴伟山嘛公开发声，希望伊急流勇退。有点遗憾的，想要来跟陈小瑜做一个对话。我今年的年龄跟他一样，都是28岁。那我觉得，我留在民进党内，我受尽民进党的栽培，还有像郭国文大哥这样的前辈给我的一手的指点。那我认为他离开民进党是让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其实他拥有很亮丽的外表以及很棒的家世背景。其实他如果从基层打拼起，我认为大家都看得到他的用心。年轻人有冲劲，愿意为社会付出，都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真的很期待小瑜小姐可以急流勇退，希望她可以看清楚状况。我也担心她在这次的选举受伤，我希望她可以跟我们站在一起，一起为台湾努力。为了郭国文伫正议员小天甲太太陪同正式登记参选，嘛希望互这群议员实施一个立委登记的作业，相信大家都有机会扩大服务。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新界工业区下游排水整治工程，因为连续发生2届周边地层严重下陷，议长郭信良伫接到当地里长甲里民的反映，上午邀集市府相关单位会勘，针对路面下陷，除了要求1个月内恢复以外，另外伫面体损害部分，市府将会请技术单位鉴定，并且追究赔偿责任。位伫光学路4段2项，全长大约500公尺的新界工业区下游排水整治工程，虽然前半段的护岸已经完成，不过后半段的施工周边，不但看到整个路面下陷，而且严重的损害着厝边的面体，整个路边裂开下陷将近20公分，而且一寡厝内不但地面出现壁损，甚至墙面嘛破损，民众住咧心惊惊。整间间拢准备落落来，你看整间间拢要落落迄边，整间间。惊咧啊！隔壁咧做这。啊，我咧变数咯，安尼就像你地层好了，这边拢直直开啊，你无看？你看无？这边拢直直开啊，迄整间间拢直落落来，哎，看要安处理。对此，议长郭信良上午伫电东甲电西里长的陪同，邀集市府水利局会勘，针对该工程进前就发生过1件的下陷，包商甲施工单位竟然同款施工，互议长甲当地里长相当的愤慨，要求而且嘛爱加强善后。啊，你要第一次改良车，啊，这只不爱做，啊，做了来共放安尼，这人兜咧，遐已经5、6户安尼，遐已经5、6户，明早安尼做就袂使，这10个做安尼，你是要参拼的？
变我会过袂，变会过手我来讲，啊变袂过手我来处理安尼哦。啊，这了要了送的，要了用着啥用？议长，这是安尼嘛，因为迄阵是有加讲，遮咱是袂当释放压力的，所以咱去做这个工作。啊，因为咱遮地质就变较落后moins的地质，哦，啊，因为咱后壁专门去做地质去改用的时阵嘛，成本会足悬悬。啊，足悬啊！这啊免做来帮帮个人付安尼哦。地质较济，啊拢帮帮个来付。这就是恁市政府的责任，恁家观念是安尼就对啦，恁的时间是安尼。对此，市府水利局副局长王俊明甲下水道工程科的代理科长表示，因为该位置土壤属于较异化，伫咧施工的时，因为劳动的流沙造成沙涌，目前已经用钢棒桩顶入去16公尺深。为了改善地质的无理想，只有等待整个护岸工程完工，对整个地基才会较稳定。议长报告，当然伊的先天的无好无毋对，啊问题即个物件哦，损害部分是有一定的。啊，要叫咱赔？当然是责任归属的问题。包商，啊包商迄当时你共设计毋对，要叫包商赔，包商赔一堆啊，搁要赔遮，啊要倒。责任归属，阮后面甲这个设计公司家跟厂商这边看安怎来。会记录慢写。就是赔偿的问题，我会请工会来鉴定嘛，啊，工程赶快把它抢修。这个工程啦，抢修完成以后，较一劳永逸啦。那责任归属，我们会跟设计公司、跟厂商，我来做一个检讨。整个工期原本预定6月才会完工，目前施工单位会先赶伫农历年进前恢复路面改善甲通车。至于民厝的损害部分，市府会请技术单位来鉴定，并且追究包商负起赔偿的责任。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西区扶轮社伫议员洪玉凤的牵线之下，顺利将今年的奖助学金颁发给协进国小、甲二林国小总共64位低收入户家庭的子女，一位学生是3000块，帮助因过一个好年。长期热心公益的西区扶轮社已经连续30多档，拢捐助奖学金给弱势孩童。今年更是伫咧市议员洪玉凤的热心牵线之下，将今年募集到的奖学金捐给协进国小以及二林国小这2间学校的弱势孩童，总共64名，每一位将会有3000块的奖学金。咱今年呢，就特别甲咱西区扶轮社要做的这个寒冬送暖的这个关怀活动呢，重点就放伫咱这个协进国小甲着二林国小，所以嘛非常感谢。那么咱这个工作已经30几年啊，吼，已经从事这个寒冬送暖的活动呢。过去嘛曾经吼，因为有前社长的结缘，嘛捌做去到迄个平湖啦吼，所以讲这个缘分呢，有那缘分的线有那牵真长。就是因为咱各位舍友呢，长期以来安尼热心公益，那么对于较弱势的这个小朋友呢，咱拢特别较关怀。互咱这个世间处处有爱，更希望咱这小朋友以后长大成年以后，有能力的时，会当抱着这个心，佮来回馈互这个社会。即届来关注这个二林国小30个学生囡仔，二林国小34个学生囡仔。一人3000，总共这个捐献金额是19万2。西区扶轮社社长以及全体社员长期关怀弱势，并给因上界实质的帮助。伊嘛希望这小小的奖助学金会当抛砖引玉，互更加侪人做回来做爱心。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开基玉凤宫长期关心社会公益。为2004年开始捐款给家扶中心，帮助弱势学生。15号下晡也捐赠200万，希望会当鼓励更加侪民众来关心需要帮助囡仔。以提供助学为主线公益事业的开基玉凤宫，对2004年开始捐款帮助家扶中心的学童。今年嘛再度来帮助这1000多名的学童。15号下午，由着主任委员涂大松代表庙方捐赠200万给南北2间家扶中心，希望会使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同时嘛呼吁社会大众会使多多关心这个弱势。我这天公庙，这其实嘛是所谓善男信女啦吼，100、200、300，安尼大家一来甲捐献出来。我捐献出来，在阮规个委员会来讲啊，阮一直对这相当的重视。
看到这几落千个有需要咱倒骹手的遮迄个弱势家庭的囡仔，咱嘛是安尼，甲这安尼看会当尽量愈来愈侪啦，来帮助。透过咱这个社团，就是南北区的这个家务中心，因为咱有县市进前的县市甲乡镇区的所有的政府单位的一个迄个资料啦，会当较公平，会当甲这个需要帮助的人直直甲找出来。找出来当然，这天公庙会当安尼一档看，会当直直来甲增加。嘛甲呼吁讲有这个机会这个咱全体咱台南县市的这市民也好啦，企业家也好啦，甚至讲咱全台湾省啦，拢有同样会当有这个机会来了解这个问题，提出咱的爱心。会中主委嘛，家己加码10万块的现金，安尼一间家扶中心总共会使摕到105万的捐款，对因是真大的帮助，嘛，互两位主任拢感觉非常感动。真侪囡仔其实是真希望会当上学，但是就是因为家境的关系，没有办法今年度呢，咱的开支议员讲由于每学期50万提供到100万等于就是讲两个中心可以获得200万的补助非常的感恩啦这对一寡艰苦囡仔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咱善车家庭甲善车囡仔，伊咧读册的困难，还是讲伊拄到的资源很需要会个多元化也需要这样，那也是家扶中心一直在努力跟培力孩子们，可以来脱贫。那我相信，我们南台南家扶中心跟北台南家扶中心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社工老师、工作团队，我们会带着这样的一个被托付的责任，我们用心的陪伴我们台南的孩子，让孩子的现在跟未来都是有一个希望跟一个幸福的。药方局今年嘛将出生事业扩展到身心障碍人士。15号嘛捐赠白米甲豆油，予当年欠缺资源的台南市聋哑协会。主委涂大松表示，其实上欠资源的就是山海的偏乡，未来嘛希望会使将公益的范围扩大到这个所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政府持续推出2型电机车汰换补助。咱台南市伫今年嘛新增加偏乡甲中低收入户的补助对象。不过，议员吕维英表示，弱势民众伫请补助的时阵，拢爱填一堆文件，互民众相当的困扰，要求市府爱检讨。虽然政府汰换2型电机车提出补助办法，加减增加民众换车意愿，甚至咱台南市今年嘛新增加偏乡甲中低收入户等补助的对象。不过，议员吕维英表示，政府虽然说出美意，但符合资格民众为了请补助，要填设计书、保证书等等的文件一堆，相当麻烦，嘛无环保，所以要求环保局检讨较简单化。一般民众、偏远地区的民众，还有包括低收跟中低收的这个资格的这个民众，那总共它现在分为3个类别。那于是乎呢，这个分了3个类别，就要分别填写不同的这个身份的表格，这个不同的身份表格呢，少则3张，多则有多则5、6张啦，多则5、6张，这个每一页的一个填写其实都不太一样，这样一来呢，造成这个民众在购车填写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我到底要填写哪一份我真正不清楚。刚刚吕议员提到说，这个补助的格式比较多老实讲，我特别给他看这个是因为有一些机车，如果说要刚好这段时间有发生继承的事件，可能那表格就会比较多那我们会再检讨啦如果没有刚刚吕议员讲的这种没有必要的一个填的切结书能够很明确的话，我们就来尽量来检讨。那把这个表格弄到最简正便民啦议员徛伫便民的角度，要求市府检讨，除了希望减少民怨，嘛真正希望落实2型电机车汰换，降低空气污染的程度。台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区办恶税的纷争，为选前到选后，一直拢是民众关心的焦点。议员蔡小薇下晡召开记者会，公开呼吁市府新一届所组成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应该重新检讨，
包括核定单价调降，甲每一档折旧率的调悬来回应民意。议员蔡小伟下晡伫记者会针对房屋税争议，突然希望市府团队伫合法的前提之下，互今年度的课税有调降的空间。如果真正无法度，嘛要充分甲外界沟通。当然，为了回应民意，伊个人嘛主张降低核定单价，甲调悬每一档的折旧率，透过新一任所组成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来重新检讨。我们的单价是在这边。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单价的部分，其他的县市呢，其实它会有一个分别，因为我们都知道钢骨造跟这个钢筋混土造的部分，它的这个工法是不一样，所以它相较之下，每平方的核定单价也是不同的。那我们也可以再看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台南市每平方定价4810，其实是仅次于台北市啊。那也高于其他的这个县市。那老实说，我们台南市的房价你说这个高于其他的县市，显然是相当比较不合理的。那所以我在这边也来主张，希望我们可以比照所谓桃园市或台中市的一个单价。议员强调，如何让台南的房屋税更加合理，符合伫遐市的课税水平。临时咱的每平方公尺的单价竟然比其他市都搁较悬，所以呼吁市府徛伫兼顾税政加降低市民负担的角度来创造双赢。台南新闻顾文吉、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节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成功大学受到邀请参加日本东北大学的微卫星计划，声带为此，佮特别研发上新科技的太空光学相机，将伫1月17号随着日本的卫星做伙到太空进行研究。为着要更加深入了解太空的环境，成功大学甲日本东北大学来合作，做伙来进行微卫星的计划。其中，成功大学太空与电浆科学研究所为着要记录下甲这太空的环境以及数据，特别研发制作了这台太空光学相机。17号会随着日本的卫星到太空进行专业的太空环境记录。好，在这个任务当中呢，成大自己研制了一个先进的太空光学相机，参与日本的国际合作任务。那在这个任务当中呢，我们所研制的仪器通过了日本的严格太空环境测试，所以对我们来讲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此外呢，在这个任务当中呢，我们也有数个台湾厂商共同的参与这次的任务，所以呢，也等于帮我们台湾的厂商制造了一个进入国际太空科技市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这个任务当中呢，所取得的资料将也会有效的提升成大在太空科学的这个方面研究的国际水准。这项太空任务由着日本东北大学甲咱成功大学来进行跨国际合作。微卫星计划成功，也象征着成功大学伫咧太空领域当中的学术研究一个大大的进步。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大公国小艺定家族推广传统艺术教育已经有相当的成果，要真侪出国表演的经验。即届将要前往英国伦敦，伫咧当地各大知名的景点做户外快闪演出。
一方面拍开台湾的国际知名度，另外一方面也增加学生的国际观。台江国小艺丁家族这几档已经拍出响亮的名声，不但参与国内侪侪演出，嘛有真侪摆到国外，亲像是意大利、纽西兰、美国等等的所在来参与演出。这个更是受到邀请，要前往英国伦敦。1月19号将伫咧伦敦的各大景点进行20分钟的快闪表演，要互来来往往的游客欣赏，拍开台湾的知名度。要将台湾传统的艺术文化深深印记在咧外国朋友的心中。我把这次的伦敦文化交流之旅，把它定位做台湾印记，然后它的副标题是台湾传统义政舞伦敦哈。就是我们做过好几次的这个国际交流的展演活动，那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让很多的外国人知道台湾。那用什么方式来加深他们的印象？我们用这样的动态的文化的表演的方式，所以每一次看过我们演出的外国人，他们都觉得很惊艳。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台湾传统义政的一个代言表演，然后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台湾，看见台湾。那这次我们的传统义政舞伦敦的部分，包括有官将手、八家将、电音三太子，还有武术，以及几首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台湾的民谣，用国乐演奏的方式来分享。那除了说去感受台湾的那样子的义政的美、文化的美、歌谣的美之外呢，我们最希望的就是用表演、用文化去交朋友，所以希望让更多人看见台湾，也认识台湾。同时，一方面对我们的师生来讲，就是我们每走出去一个新的国家，我们就把我们的目标跟视野、我们的理想再向上又推展了一大块。所以这也是我们这7年来可以一直保有高度的热情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当然，背后我们还需要有更多支持的力量。这届总共有35个人要前往英国伦敦来进行表演。上届细汉的演出者只有国小1年啊。这群大朋友、小朋友用因对着传统艺术文化的热爱，将艺术表演展现到上好的状况。为着这届伦敦的演出，团队也重新制作音乐，同时也翕了台南的各大景点作为背景的动画来呈现，就是希望会当让世界拢看会到台湾文化的水。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9度到25度，北落雨，海面平均风力来去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